你好，自我介紹，我係飛利浦 Power Pro Duo 2合1無線吸塵機。呢個家庭有一個啱啱學爬嘅 BB， 好活躍，成日周地爬嘅。心細如塵嘅媽媽又好擔心地下唔夠乾淨，咁就等我出馬啦。咪睇我係無線吸塵機喎，吸塵效果媲美傳統2000瓦吸塵機嘅，因為我有 Power Cyclone 颶風離塵過濾系統，吸極都咁好力嘅。家陣一個人要打2份工都好平常啫，叫得做2合1，梗係要分身做多樣。咪話我沙塵，我一出馬，地下、梳化就一塵不染，仲邊有沙塵？唔好意思啊，搞咗個爛劇添。總之，我會盡力令呢一個家積聚嘅唔係微塵，而係家人嘅愛。我咁有型，望多我一眼啦！我係飛利浦 Power Pro Duo 2合1無線吸塵機。Innovation and you, Philips。